大家好啊！最近真係要用多啲呢一個轉經輪嘅 video 啦，因為咧呢個月份好特別咧，咁所以我都收到好多位客人嘅查詢啦，其實嚟問我好多都係因為夢見鬼啊，咁佢哋都遇到唔同程度嘅騷擾啦，可以咁樣講。咁佢哋都係不約而同地話夢裏邊好真實，同埋佢哋好記得。係噶，因為呢個農曆咧係今次特別厲害嘅，係因為啱啱撞正咧農曆7月1號咧，亦都係日食啊。雖然日食唔係喺我哋中國香港呢邊發生，但係咧因為佢係有日食發生緊咧，而會令到嗰一啲嘅朋友咧係特別厲害啊！佢哋個磁場會犀利咗好多，所以以前唔會話喺呢一個時節會咁樣發惡夢喎。點解今年會咧？就係因為佢哋個能量係大咗好多好多倍，所以今年佢哋上嚟去索命都係比較強㗎，佢哋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邊一位聽眾啦係需要幫忙嘅話咧，可以發短信俾我啦，可以喺 Facebook 啊、IG 啊。同埋 Thread 仲有 YouTube 都會揾到我嘅。咁你留低 message 啦，或者用 Messenger 啊、IG 嘅 message 啊都揾到我嘅。